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警方日前抓到北联邦跨境走私庆毒的集团，查扣的枪支甲毒品市值是3亿。涉案的主嫌，互检察官求处无期徒刑，想袂到尾法院煞以60万互交保。讲这个主嫌厝内底真好业，英语讲甲真练长。伊甲伊一个姓余的同窗的联手，利用老爸公司走私毒品。迄个姓余的同窗的已经互抓去关，但是这个姓王的主嫌还阁逍遥法外。李先生，给你开门哦，有没有配合？过来，我要破门了哦。真侪警察提前就伫咧门外准备弄门要起，因为这是走私庆毒集团姓余主嫌住所在。租下北市金华区仓库，内底全部拢是走私庆含毒品，就亲像细金军火库。不要说我们给你拿钱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多少？不知道，你看一下，可能7、8万、6、7万。透过车顶面高收10万块现金，当场叫警察抓起来。进前这一件价值3亿的跨境走私庆毒案，画面这一位就是幕后的主嫌。那敲电话拿锤来接上车，交保了后，提刀上势行出法院。前白衫查甫人就是北联邦的干部之一，庆毒案涉案主嫌，叫检方求无期徒刑，刷成无成以60万交保。伊和当初好朋友同齐打造跨境走私集团。姓王和姓雷主嫌两个人是熟识20多年的国中好朋友，家境拢真好过。姓王主嫌是军人世家，阁是孤囝。听讲伊洗面车处理规倒表拢是有名的下野，已经为行李写叫负责甲国外摇头指接，阁招待细汉人去美国提货，买精品牌影做暗号，阁透过好朋友的爸爸的贸易公司报关来台湾。小囝姓雷主嫌另案扣通缉，嘛传出定定开钱请人食饭。行伫咧上头前，2支手铐扣起来，查甫人就是小囝姓雷主嫌，同款嘛是北联邦干部，因为通缉无前扣送归案，不过同款是主嫌姓王的好朋友叫求判重刑，煞逍遥法外。走私集团恐惊无遐尼简单就解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